咱的即个人世间，咱要安怎去甲应对进退，迄叫治世。治世就是应对进退安的方法。啊，即种微妙的变化吼，各位先生来想看觅，拄仔其他有比如嘛吼，有目睭袂看，有鼻仔袂闻，有耳仔袂听，是毋是？咱去甲想，遮的变化有发生伫咱人世间，咱拢定定要当着的生老病死，是毋是？这四个足明显的，这四个足明显的哦，四大表象，就是展现出来，咱有去看到，足明显。啊，咱想会到的生，毋是咱婴儿出生，包括迄个念头出生，咱各位先生，咱有去甲想过，念头出发出来，画一寡念头，你无一定会发出来啊。比如讲咱即，然后做一足简单的比如，咱即看着即个简报，啊，咱各位先生，咱看即个简报，简报的下底有一个人，伊抓着的是啥物色的？一个圆圆，迄啥物色的？敢看会到？这个是什么颜色的？这个橘黄，黄色的，黄色、橘色，因为看起来无同嘛吼。咱遮用的色，甲咱看的色够同款，会一样吗？每个人对颜色，我讲对颜色的这种看到的辨识够同款。袂讲橄榄色，袂讲这黄色，吼，啊袂青就讲迄是蓝的，啊袂蓝就讲青就是。色不一定是青，因为咱若要讲青色是蓝色，吼，甲绿色若来甲做伙叫做青。伊过去的颜色学的判断是安尼。啊，咱或许是安那会用这来甲大家分享，就是伊眼中伫内面每一个人的想法、看法是毋是无同款？当每一个人无同款的想法、看法无同款的时阵，做法敢会同款？做法想的不一样，做的会不会一样？做的也不会一样呢，做的嘛无同款啊。啊，当做的无同款的时阵，咱的心就会安怎？去看着别人流露出来、所做出来的行为，咱就去判断讲，这个人做这是好，这个人做这是歹，咱就用这个叫做行为轨迹啊。当想法变成行为之后，有一个轨迹，有一条脉络可循。来，伊名号吼，名号是有体早，啊，你体早伫咧工课内面就体早过程当中，然后就去看着讲，哦，我针对着倒一个部分去看出即个部分做了好，甲做了无好，来去发现嘛，发现嘛，所以有一个对照。咱各位先生，咱是毋是往往对照拢以咱即个人咧对照，以即个人的想法去判断即个人会做出来好甲无好，对甲无对，咱是毋是拢用？啊，这就是稳重的表现。各位先生。咱无法度掠着咱的即个价，咱即个咱讲即个霸体吼，咱拢用硬去咧交伊对待，去交别人对待，咱较少用柔的，人讲柔软的心，咱拢用迄公共的手法。其实即摆啦，即种吼，用较家己啦，学习了，用较慢快，咱来用较柔软的手法。手是软的，心嘛还是软的，但是咧，长心发出来迄个吼，就是人讲只前进安怎？后退，迄个是公共的生命啦。所以只要你来当去发现，就讲，是安那定定我拢看别人做袂顺眼，各位先生，敢有即种想法？是安那我拢定定去批评人做的好毋好？是安怎我拢会定定去发现讲，我发现若我来做，应该是会比伊较够，较输啦，然后要有比有啦，较输。你定定对照查核，你定定拢摕家己啊，交别人咧比，用家己的想法咧讲出批评的话，做出无共款，无想要交人配合，拢家己拢以我为我独尊。你定定拢是我就是上公平，我上厉害迄个。当你有即种的时阵，就要很小心，因为安尼你就无法度去体察着咱拢出生命即种要甲咱讲的张、翕、弱、强。啊，搁有胸、开、搁大骨吼，咱较输来咱去发现，其实咱就会变发出咱的勇猛、真正的一个心，让去克制咱即个人讲的世间的即个情欲，世间的情欲，爱好嘢嘛是一种情欲，爱水嘛是一种情欲，爱食嘛是一种情欲，爱困嘛是一种情欲。各位先生敢有想过？情欲毋是咱所指的，讲是人有之间的情欲，咱人足侪，所以咱讲。
讲咱有七情六欲，七种七种的情绪，6种的欲望，有知无啊？一种就做害啦，咱人哦安尼加平平下起有够济，所以啊，也较煞啦，要来甲咱各位前贤的来分享进入咱的本文吼。咱本文大意首先咱先来学习中庸翕字，必个定字，中庸约字，必个用字，中庸有字，必个翕字，中庸断字，必个有字。即种用法的中庸学习的方法，也各位先生报一下。中庸就是咱甲上，咱是就已经第4种咱拢有学过啦嘛吼。第4种就讲，迄刀冲落来，他拄也讲冲地叶，吼，咱一开始讲地叶水啊呐冲落迄个，要冲落迄个，咱哪甲想水，咱来找片手，咱的片冲啊边啊，地鼓举起来要冲落，未冲落迄个，你即个动作是要安那？举起来想要甲冲，未冲落迄个，将律就是安尼哦。若摕起来未冲呢，吼，甚至可能嘛未摕起来，就是兄弟泡地叶，拢未有遐个动作个，吼，还没有那些动作中庸，用字行不言。这里讲的就是讲这一段那个都还没有开始生发，未开始生出所有的迄个想法之前，就是咱迄个一开始要讲的刀冲的开始。必讲咧，就是冲的起来。要讲应该是简单讲，刀冲就是中庸，必讲就是伊用字行不言。伊用到足极致，是拢无大用，是用足少，济少满少，这部分拢是叫做后壁的结果。必讲伊就会安怎？伊会甲伊错其锐，解其分啊，但是伊就和其光，同其尘。这个是尾来的结果啊，一开始未生发的时阵。已经生活的结果，吼，所以即种的内面的分享大意是安尼，后较分做3个吼，部分甲各位前贤来报告。啥呐吼，咱一般顶着迄顶的咧分享吼，拢分世间法啦，有分世间法有心性的。或许也先就一般咱接收到的讯息，跟各位前贤报告一下。第一部分是用世间，咱人世间的世间法，咱拢用做啥？幽默啊。筹谋就是用计，你用计，所以咱头讲咧讲翕，中庸翕字，必讲定字，这咱就想对。你其他若想要吼去设计一个人，简单讲，你要设计一个人，要去陷害一个人，你今仔想要甲迄个人吼，安尼做公共的，你想要甲翕会当想就是无影仔，袂当出头嘛吼，要把它压制下来，你就是互伊无戒心，无对你就是无防备心嘛。各位先生，敢是？咱敢有迄个人讲吃闷亏，有时啊讲，迄个人伊当时啊对我真好啊，他知影后壁甲我设计，甲我听迄个电视啊咯，电视都咧做，为什么会有这个？这就是大概你讲吼，就你顶内面第迄个，要去甲一个人吼，甲伊压落来，你上好就是对你就是没有戒心啦，你要设境界，是你互伊完全无戒心，伊的心对你无迄个戒备，伊袂防你，就像即摆啊，即摆有足侪诈骗，足侪无，够侪啊，是尴尬，敲电话来吼，但是敲到有时啊，毋知是真正假啊，吼，妈妈、阿嬷安尼去我咧叫，爸爸、阿公安尼叫，真诶咧，足侪全信同嘛，我讲，我嘛拢有接到咧吼，我讲你啊，接到咧，你拢是甲挂掉。诈骗者为虾米？伊就是想要甲咱好一个陷阱，吼，咱讲。掠鸡啊，爱安怎过去？咱过去真诶，掠鸡拢爱掠一块米甲压入去，用迄个鸡篮啊，敢是安尼粗安尼，就甲丢着，迄鸡仔甲丢着伊遐，突诶，突迄个篮啊内面就甲插入去啊，那只鸡仔袂当掠。吼，这嘛是过去的，这嘛是讲，是讲你想要甲即个人吸收起来，你要甲带起来，你是故意，还是要甲，反正你就是用计粗略甲伊带你。带进来、吸收进来，你就是爱没有戒心。第二个中庸约字，你